姑娘也生了。
欢吗？喜欢吗？包姑娘、贝姑娘的，有事无事跑来了小树上，叫我们半夜三更不得睡觉。谁呀？都睡着了，有事明天再来吧。满身头靠的丫头，老实说，住在这院子里，要是没有一套家道杀人、过法桥的本领，就休想才是脚跟。老天总有一天开眼，把你们这些人一个个赶出园去，在感情里。这里死不得了。告诉我有本事叫冯丫头搬了来吃。老太太喜欢吃的，我都喜欢。李太太没有什么好的给你吃。老太太休要客气，这是已经叫冯丫头忙回了。丫头嘛，休说了，老祖宗啊，只是一人肉水，要是不一人肉水啊，早就把我也吃了你。
这张秋嘴。我来了这几年，留心的看起来呀，生病二嫂子怎样巧，总巧不过老太太啊。哎呀呀，我的啦，我是今老了，还求什么呢？哪想当年我像凤丫头一般年纪，那倒是万比他强呢。皮太太，不是我当面奉承，千真万真，从我们家里4个女儿算起，有时好，有时丑啊，那都不是龅牙的哦。老太太说骗了，是这样的，这倒是真的啊！我时常在背后听见老祖宗说起宝姑娘好你。老太太都预备好了呀。哦，老太太快请吧。比太太亲啊！老太太请，这老太太最好。万不明，莫言层层不辉煌，十不换，万岁贤妹共生王。谁知园中林雨
神是如此，难道还有一个此地不成吗？什么？哭了？无人哭了。看，石头上滚着呢。你急什么事？我来问你。前天我到游泳园去，你为什么不叫丫头开门呢？此话从哪里说起呀？哦，怪不得你不理我了。好，我才敢这样对待妹妹，叫我立刻就死好了。谁要你多这番事的呀？好妹妹，我实在不知道你来过呀。那天只有包姐姐来说过一回。定是丫头们管出来的好事。等我回去问出是谁，我定要教训教们啊！是要教训教训才好。对，得罪了我倒是小事，要是以为包姑娘来了，什么贝姑娘来了，也把他们得罪了，事情可大了。还是这些话，哎，你到底还是欺负你，你还是欺负我你？啊，这有什么要紧呢？哎呀，还记得一连儿呢。你放心，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，你倒说说看，什么放心不放心的？你果然不明白这话吗？难道我平时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？爱你的事啥天天不着，那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。我真不明白。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，要真的不明白这话，不但我平日白费良心，而且连你对待我的心都过分了。你总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多了心，才弄了一身的病。好妹妹，你才能宽慰一些，病就会好呢。哦，妹妹慢着，让我再讲一句话好不好？还有什么可以说的？你的话我都明白了，都明白了。好妹妹，我这个心从来也不敢说，今天大胆地说出来，我就是死了也是情愿的。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，又不敢告诉谁，只好挨着，只怕等你的病好了，我的病才会好呢。我在你梦里也忘不了你。二爷，哦，二爷，姑娘正是为着你。
妹妹夜里咳嗽好一点了没有？咳嗽倒好一些了。阿弥陀佛。奇怪，你这个不相信神道的人，怎么一年起不来了？你呀，师尊，外面风这么大，你还坐在风口里？看你身上衣服穿得那么单薄，妹妹已经平了，要是你再平了，那可怎么得了哦？啊，二爷，从此我们这棵实话可不能动手动脚的啊！那些文章人都有多为十年的，你总不留人，往我小时候一般认为这是我死的呢。况且姑娘也吩咐过我们不红你设想，你看她进来原谅你，还恐原不起你。宝儿爷，宝儿爷，宝儿爷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？宝儿爷，你怎么生我气了？不，我不忍生气。死的死了，叫的叫了，走的走了，将来你们先生的都不理我了。呀，回报我虽是有情人，是真是假为难分。他与姑娘好一层，又得一层，不知道他究竟为的什么心。我自觉今日倒要试一试，当一把火连他一脸，看他是妄动还是静。死的死了，假的假了，走的走了，再过几天林姑娘也该走了。你是什么？你是谁要回去了？你林妹妹呀，要回苏州自己家里去了。哎呀，你呀你呀，你是什么慌来？红毡把药胡乱用，妹妹是书记员是赵福清，她离不开小乡观众天观众，真委屈姑苏城来求将门。你也太小看人了，你以为家父
啊，宝二爷，宝女儿，宝兄弟。志娟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，要去连我也带了去呀！宝女儿，宝女儿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只是和他说了句玩笑，说是林姑娘要为收在自己家里去，而已他是。原来是这样的呀！老太太，林家妈妈他们都要来看宝二爷。你叫林妈妈为民去说一回啊！哎呀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出去！宝女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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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林家的人啊！是啊，是呀，林妹妹，你是谁不许他心里？对呀，又不正杨树林的进来，不正地道林子，听见了吗？是啊，又不正地道林子，不许两心灵的进来，听见了没有？你看，那那只船不是来接林妹妹的吗？他也算在那边。雷神，雷神，快叫声姚子，快叫声姚子，姚子，宝女儿，现在总可以放心了吧？是啊，宝女儿。宝玉病得奇怪呀，那对牛不算病，不算好的。以前小尉之们各在一起，也不怕什么，自己，老太太，还是找些娘宝玉成了亲的好。说不定冲一冲湿，病也就好了。我看也只有这样最好。我们娘儿两心和结结，算有再与真儿商量。老太太，老爷说挑选媳妇，请老太太做主人时，可是老爷有说。娶媳妇要识得结配，才能够相互成其光门楣。说的是啊，我曾经留心过对女，可惜对女这女举止行动多怪僻，不是宝茶新婚人，稳重端庄更严威。老太太，我的心里也是这样想。林姑娘虽是有貌又有才，只恐怕多愁多病不为亲。宝丫头德用兼备，又不像品格端方十分严。可不是啊，更有情书配宝玉，是一对天生的病。
宝玉富贵贱。宝丫头倒是还人心一点，宝玉杀去了他，说不定病也好了，神也就真到了。老太太说的是。既然你们都是宝丫头好，我的旨意也就定了。要是对女在此也想包茶一盘，这份重视此事做人就好了。老太太，我们心里虽是好，但林姑娘也要叫她失了人家才好。倘是那女儿真与宝玉有些儿私心，倒怕生出什么事来呢？鸳鸯，你做什么？老太太，与我讲吧。是。老太太，虽说是金玉良缘天生寿，只可他不得莲花这种美，林姑娘石榴真经风雨，我为姑娘生大运。像我们这样的人家，孩子们杀成这种心思，叫华人知道，脸上都没有什么光彩。对牛倒也罢了，我担心的是宝牛，是像上一位那样的闹起来。哎呀！这倒叫人难了。难倒是不难，我倒有个主意。方才听见的话，不准传出去。太下。是。买。要是走漏了风声，当心死了你们的罪。是。依我看，这件事只有一个调包的法子。调包？嗯。新人可用自卷着小牙关，对宝玉这是去的是林妹妹，把真情在前问一番。只是能问得过吗？老祖宗。人才生命之人所迷烦，保管他小情长泪翻不了脸，鸳鸯真上心不来。
人，你受了什么人的气了？林姑娘，你偏偏责怪你，他们说话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说错一句话，他们也不敢打我。你说出什么话了？什么话？话不只会包你去包姑娘的事情。你说什么？那就是会包你去包姑娘的事情。师兄弟弟，师兄弟弟，宝玉他真的要去。宝玉他真的要去保姑娘，现在今夜做亲，希望都是另外收拾的，上头吩咐完不叫我们知道。这些人怎么这样狠毒冷淡我？宝玉，我看他明早死了，你拿什么理来见我？林姑娘这样啦，方才二奶奶和老太太商量过，那边要用力使唤的，
要我失婚。周妈妈，你先请吧。等神死了，我们是随日出来听儿失婚的。只是林姑娘，我也客气。姑娘，你这话对我说倒是是的，我可怎么去为兵上流呢？周妈妈，你只管去为兵上头好了。爷，给我走吧。怎么，一个都不去？上头是绕不过人的。哎呀，妈妈，去你，老实嘛。妹妹，我是不中用了。我在你伴我月夕空花上，几年来一同受煎熬，到如今俗事难用我亲不胜，与妹妹永别在北京乡。从今后你失穷孤雁相随，靠只怕是万人清明梦中把我妹妹，我托你一件事，但若在此没有亲人，我的身子是关心的，你好歹要叫他们送我回去。
林妹妹，你给着这股东西做什么呀？我们何必用这些石头呢？宝兄弟，宝兄弟，宝兄弟，做新郎中该懂文人，羞啥的新娘起来手，多生欢喜少自杀，财缘财分莫团聚，须懂得老祖宗都是为你好。我的儿，愿你俩相君士兵到白头。我这个心都交接他了，还会对他不温柔吗？宝女儿啊，来，哦，这些话你可要记住哦，都是为你好啊。我知道。哎，林妹妹，谁能做红盖头啊？大字你面是无用，眉是泪，我扎不住你心底晨光黄发推。我在哪里呀？我在哪里呀？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什么做梦不做梦的？老祖宗在这里守着，老爷爷在外面守着你。齐丹玉，你告诉我，放在手的那位美人儿是谁？新娶的二奶奶。真糊涂，新娶的二奶奶是谁？是宝姑娘。那么林姑娘呢？老爷子所娶的是宝姑娘啊。本来就是宝姑娘，你娶的是宝姑娘，是宝姑娘。宝姑娘，老祖宗，你告诉我，到底怎么样一回事？到底怎么样一回事？宝女儿，你娶的是宝姑娘，怎么这样子？娶的是宝姑娘。我方才明明要林妹妹认的亲，千万不得他呢。怎么？你算是多比了，多比了？为什么？宝女儿，老太太，老祖宗不要紧，孙大家们众位在敌。月老洗出了红的水，为什么梅园错把寒花飞？
女啊，你心一人听娘噻子。你老祖宗，我要死！老祖宗，我有句心里的话要说。宝妞啊，你讲。我妹妹都有病，两副病院一条根，当今你把妹放在一天哦，也好娘同病相怜心连心，我这叶灵色相见啊，死了也苦张空分。宝妞啊，老祖宗啊，我天下繁文复苏情，此际与妹妹空死谁？宝妞，今日这么大喜之日，你就病得这个样子，你好叫我心痛啊！呀，我知道，求你们也没用，我找林妹妹去，我找林妹妹去。宝妞，我找林妹妹去。宝妞，林妹妹她已经死了。林妹妹，想当初你是孤苦伶仃，大我是以为宝儿爷，委屈吧。子君，妹妹临死时她讲点什么？只听他临死恨声，父宝妞这心酸的事儿，我牢记。宝儿爷，你来迟了，你来迟了。生死往前难无期。妹妹，姑娘
豪情今何在？今夜一对你绣的他，粉紫娟，美美的花如今何在呀？花如水在水长花，粉紫娟，妹妹，我被谁骗了？被谁骗了？就在今天子大错，一根插在把众生火，天吹一个玉女娃，我心吹一块难再补。你是得动兵心，理所思啊！我岂能一个听泪随手不？宝儿爷，天快亮了，